各位兄弟大家平安，感谢主吼，咱会当来到上帝面头前来遮敬拜上帝吼，这是咱的福气吼。啊，特别祈祷进前，我是较希望讲，咱兄弟吼来到教会的时阵，咱会当陪伴咱的心安静，莫当一直讲话。其实咱真侪话要甲上帝讲咧，我嘛感觉讲。咱要甲真侪代志要甲上帝讲，要甲咱的父母讲话吼。啊，所以趁即个时阵，伫咱会当伫遮安静心啊，来甲上帝伫遮密祷安尼吼。好，咱要做礼拜进前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真感谢你，阮即群受阮的囝儿会当进入到你的内面，同齐伫今仔日来遮敬拜你。无论是阮来到你的面头前，还是伫个厝诶，伫看直播，或者兄弟姊妹，主你共款拢感觉三甲伫地，互阮同一个心，同齐即个时间来敬拜你。检测伫世间，阮有最的苦难，最的重担，总是阮感谢主，阮的主耶稣已经替阮担即个担。主啊，阮会当来到你面头前，享受即款的恩典，阮实在感谢。阮感谢主你，虽然伫世界花好的即个时阵，阮的脚步拢渐渐慢落来，阮的心情嘛渐渐安静落来。主啊，检测即个时阵，是你要爱阮。来思考阮甲你的关系，主啊，你帮助阮，互阮伫即个时阵，阮会当伫你面头前来思考阮的性命，甲你的结连，互阮世间人无靠阮家己的才调，无靠阮家己的聪明，用阮家己的气力伫过日子，伫创造阮人的需要。主啊，你帮助阮。互阮全世界的人会当过一遍来到你的面头前来反悔，来认罪。互阮清楚知影，你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。主啊，帮助阮的性命会当借着即阵的特别遮的疫情，互阮来思考。你互阮伫世间，阮的活命实在爱为着主你来活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会当将即个福气来分互阮身躯边的所有的人。主啊，阮真感谢你，阮今仔日伫你面头前伫遮敬拜，无论阮的服侍，无论是唱歌、抒琴，还是书礼，还是阮借着淡薄思维来互阮的信息。主啊，你搁一遍来提醒阮，互阮会当行伫你真理的活路。主啊，阮将阮的敬拜，恭恭敬敬来献伫你面头前，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练咱今仔日的诗，咱请咱先开301首，301首。万人学了耶稣的尊名，咱的主耶稣毋是要看咱的才调，毋是看咱会当偌高。咱的主耶稣只有咱爱咱，伫个面头前来学了伊，来敬拜伊。这首咱捌唱过的歌啦吼，咱为第一节甲第二节来唱。来，万人学了耶稣尊名，天才为你拍牌，天才为你拍牌，红颜变流，几吹吹响来落雨。Oh,
主第20，以色列众受选家军，教会对落世界，教会对落世代，靠主稳定地球人强来护落去，这首咱唱足一遍啦吼，是一个真乌鲁、心情真好的一首歌。伊若有迄个圣歌队来唱的时阵，来分拨先吼，搁较好听吼。请咱大家若会当唱的吼，咱较大声来学罗上帝吼，搁一遍第10、第20就好。耶稣尊名，天使为泪拍拍，天使为泪拍拍，风险免了，一对吹响来呼落去。第20，以色列众受选家孙，教会对落世代，教会对落世代，靠主稳定地球人群来护落去。请咱献开第1首，第1首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。咱2节拢来唱吼，来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极限多主张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都已现主张。种种是修造，一步一步走，仰望将关的你，今生就遵从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极限多主张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多已现主张。传令仪表听他，修建为何生？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极限多主张。请咱闭班心来做礼拜。
上主伫伊的圣殿，全地伫伊的面前，拢着肃静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，着用心灵甲心神敬拜。即马来唱圣诗351首，圣诗351首，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。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要享受丰盛的活命。囡仔人所欠伊要享受，互你甲我无欠一件。请起立，咱来唱全首。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要享受丰盛的活命。囡仔人所欠伊要享受，互你甲我无欠一件。上主的水泉洗净做汗，互咱改变伫生活命。请坐。即马咱来读主祷文，伫旧部第7页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日时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传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即马咱来读启应文第50篇，启应文第50篇，伫信息1091页，1091页。启应文第50篇，以赛亚书61章，我来起，恁来应。至悬上主的神临到我，找我去传好消息，互散赤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。宣布上主的恩待人的年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伫西安悲哀的人，欢喜的忧代替悲哀，因信称作公义的树。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，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。所有看见伊的人，为信任因是上主赐予的子民。即马咱来唱一首俄罗感谢的诗歌。
信息301首，信息301首。万人学老耶稣之名，万人学老耶稣之名，天使为雷拍败，天使为雷拍败。奉献免流一切出声，来学老伊，学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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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主的主，请起立来应转手。请坐。请大家同心压头祈祷。全能上帝，是阮的主，阮谦卑信心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恩惠予阮，保守阮。全能慈悲满满的上帝，阮若有犯罪离开你的道路，亲像迷路的羊，求你赦免，求你引带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你赐耶稣基督，你的独生囝来救赎世间人，你赦免一切坏悔归向你的人，恳求你伫忧伤痛悔的人，成全你所应允的救恩，洗清阮的罪恶，互阮对打以后过敬虔的生活，通来荣耀你的名。亲爱的天父，阮也为着台湾甲世界各国来祈祷。即马世界各地拢受到新冠肺炎流行的威胁，求主保守阮每一个人，无论伫咧教会聚会、伫上班，也是伫学校，拢有你的信息甲阮伫地，保护阮平安，互疫情紧紧结束，互阮恢复安全平静的生活。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，求你的恩典赏赐
互阮每一个人，互阮众人和睦欢喜来服侍你，互教会有合一的心来行你的旨意。阮也恳求你帮助，互阮将今日所听的真理栽进伫心内，行出你的教示甲丰盛的话命，结好果子，通荣光你的性命。阮祈祷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上诉阮平安。阿门。今日的经文伫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第1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第1节，伫新约第143面，第8章第1节，第4到第8节，甲26到40节。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，迄日伫耶路撒冷的教会拄着大群众，使徒以外拢四散伫犹太、撒玛利亚遐的地方。第4到第8节，对安尼遐的四散的人，便行传福音的道理，腓利落去撒玛利亚的城，用基督传福音，竟然听见，搁看见所行的神迹，就重新意向腓利的话，因为侪人有犯着邪神，遐的邪神大声嚎叫，出去变碎的、摆骹的，也侪得着医好。迄个城内大欢喜。伫第26到40节，26节，主的天使对腓利讲：起来，对南市去，到对耶路撒冷落去加沙的路，遐就是旷野。就起来去，拄当有一个埃提俄比人，就是埃提俄比女王跟代志有关的太监，总管伊的运库。伊引去到耶路撒冷敬拜，倒转来坐伫车里，缀读先知以赛亚的册。圣神甲腓利讲：进前去，滚我迄张车。30节，腓利走去就滚伊，听见伊伫读先知以赛亚的册，就讲：你所读的，你会明白吗？伊讲：无人指示我，态度话，就请腓利上车三角坐。所读的圣经就是这段，伊互人看，亲像有到受台的所在，伊无开喙，亲像牛仔对这问的无出声。伊卑微的时，受无公义的审判，伊的世代是谁要传述？因为伊的活命对地州受夺去。太监应腓利讲，请问，先知讲这话是指甚物人？是指本身，还是别人啊？腓利就开喙对这个圣经去，用耶稣传福音。行路的时，到有水的位，太监讲：你看，遮有水，我受洗礼有甚物阻碍？就吩咐停车。腓利甲太监两人落水，腓利就教伊行洗礼。对水里上来时，主的神带腓利去。太监无搁看见伊，
因为做伊上路嘛真欢喜。40节，后来腓利伫亚索多互人拄着，就骗行遐个城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咱阁看另外一段的经文，伫约拿书第2章第1到第4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阿米太的囝约拿，讲：你起来去尼尼微迄个大城，出声警戒因为伊的罪恶透到我面前。若是约拿起来，爱走去塔西闪避耶和华，落去约帕，拄着一只船，要去塔西，伊就互伊船税，搭迄只船，要甲因去塔西闪避耶和华。总是耶和华互海起大风，海中风涌惊涛，直到船要破。以上。即马咱请陈信山牧师讲道。好，即马咱请少年团体来献诗。
今日咱请陈牧师牧师讲道，伊的题目是宣教师腓立。大家平安，真欢喜有机会甲咱三个礼拜啦吼。其实我较爱坐伫下面吼，甲咱做阵礼拜吼，较无相像不过有当时嘛有困难安尼吼。敢若想讲一个月转来一摆，有当时都要有困难了吼。因为这个要邀请，迄个要邀请，实在是无爱，毋过嘛，有当时嘛真为难吼。即摆是迄个咱的传播基金会的奉献主日，爱我倒转来咱遮，其实我甲伊讲，莫啦，莫转去文山好无？伊讲无搁一间讲，我看到迄间吼，离遐远讲好啦。国不将我转来文山，我甲咱三个做阵聚会真欢喜啦吼！机会有当时嘛少少啊，一个月差不多才一摆的机会吼。因为文乐会其实我退休了后吼，因一直叫我有甲伊退，后来我用讲。我要休困啦，伊讲你要休困偌久都无要紧。我讲我休困足久哦，我讲无要紧，你若答应阮就好啊。我讲上少爱半年呢，伊讲无要紧，简单哦。所以我休7个月才去文乐会。因讲牧师要几年？3年啊，5年？我讲无啦。我这带大的吼，恁随时聘人好势，我就。随时离开的，所以就讲无安尼啦，1年啦。我讲吼，我就讲1年啦，要得到1年了后，恁无爱啊，无得到1年了后，我嘛无爱啊吼。大家较好做代志安尼，无拍算嘛4年吼。4年要离开，因就讲，牧师啊，嘛爱举行退休的礼拜。我讲我退休了，搁退休礼拜。嘛是照常要举行安尼吼，煞来佫讲，嘛定定转来讲道，我讲无啦。后来因就讲，咱的迄个前的总干事吼，杨启修牧师就徛月吼，每徛月上煞尾礼拜就邀请伊来文乐会。你吼怎咧上月啦？上月的上煞尾礼拜，你来啊？冲来冲去煞，要转来咱遮礼拜嘛有困难安尼吼。不过真欢喜啦吼，有机会倒转来甲咱三个聚会。我看咱的圣经公会总干事吼，伫牧师甲牧师娘嘛伫咱的中间吼，真欢喜啦吼。圣经公会即摆搬来伫深坑啊吼，所以离咱较近啦吼。今早起甲咱分享即个讲宣教师的回力啦吼，宣教师是我家己讲的啦吼。其实人伊无受差派，嘛无自称啦吼。即个回力是啥？咱的圣经内面大概较2位较出名的回力，一个就是耶稣的学生。咱若去看耶稣的学生的名单的内面吼，不管伫马可、路加、马太，拢有记载耶稣的学生的名单。迄内面咱会当看到一个，其中一个就是腓力。咱另外去看即个约翰福音书第1章的时，咱嘛会读到，什么人引带拿但业的，就是腓力。耶稣碰到腓力的时，甲腓力安尼讲腓力你来对我，腓力随跟对耶稣，跟对耶稣了后，伊就随去找拿但业，讲我有碰到迄个比赛啊，所以去找拿但业。咱会当伫遐来看耶稣的学生，即个腓力。
不过咱今仔去所看即个腓力，毋是耶稣的学生，哦，所以有当时咱会想讲，亲像即款的宣教师的身份的人，伊毋是耶稣的学生呢，是一个普通的信徒。咱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的时，咱就会读到初代基督徒日日若伫加天的中间，哦，讲语言的问题啦吼，咱遮少年的台语听有无？袂歹吼，有个人讲听有，讲无落来安尼尔吼。即个初代基督徒加天坐坐，有诶嘛，敢若会晓讲，咱的台语是讲希尼尼啦吼，希尼尼是啥物？就是希腊啦。咱最近就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吼，所以咱就开始点仔咧讲，中华民国甲台湾。其实我要甲咱讲，希腊，咱知影讲希腊一个国家对无？希腊的国名叫啥物？你敢知？希尼尼共和国。希尼尼共和国。毋过咱拢惯势甲伊叫希腊。迄就是咱台语圣经咧讲希尼尼话。初代基督徒嘛有足济，敢若会晓讲希腊语的话、希腊话，袂晓讲希伯来话，因为可能住伫希腊的其他的国度住伤久啊，嘛有可能因心信犹太教，伫遐来皈依犹太教的，因敢若会晓讲希尼尼话、希腊语。袂晓以色列人的话，讲因的官夫、孤儿，讲即款的话的人，伫分配食食的时受忽略。咱看到即个腓力是初代即个7位受竞选的其中，伫负责即个食食的其中的一个。互咱知影，即个腓力甲耶稣迄个学生，迄个腓力无相像。其实英语拢叫做 Philip， 腓力，腓力咱圣经的内面嘛有一个腓立比，其实腓立比是安怎叫做腓立比？咱知影迄个希腊一个伟大的王亚历山大，不过才10几年尔啦吼，120年，大概323年登基，到333年，就过身啊，足少年吼。毋过伊将希腊这个国家变成做足大的国家。其实迄个本名应该是马其顿啦，应该是马其顿。即卖希腊这个国的内面，还佫一个马其顿省。不过咱嘛知影有一个马其顿国，这个国成立的时候，希腊嘛一直反对，因为希腊是欧盟的其中的一个国家，足反对。阮国内有一省遮大省的马其顿省，你即马甲我成立一个马其顿国，其实马其顿国才差不多200万尔人口尔，比咱台北市的人口还较少啦。当然土地有较阔啦吼。我甲阮小弟去迄个东欧这巴干的国家，20几天的时候去马其顿，迄一个广场吼，其中就是咧纪念伊的老爸腓力，亚历山大的老爸就腓力，然后才亚历山大，两个广场是连做阵的，哇！敢若不夜城做甲足水的，迄个腓力的雕像，哇，偌大仙偌悬安尼吼，互人钦仰，因为要尊敬伊的老爸。当伊拍到腓立比的时，伊就讲：这个城
号做阮老爸的名，所以叫做通过伊的老爸腓力，啊，就甲迄个名号做腓立比哦。互咱知影，腓力其实实在是咱翻译的名吼。不过咱圣经伫甲伊翻译的是哦，讲腓力，耶稣的学生腓力，就是迄个力量的力啦。哦，啊，伫咱遮所读的腓力，就是迄个利害关系的利吼。用安尼，互咱伫遐来甲伊区别吼。不过伫圣经的原名其实拢共名吼。互咱了解即个人，毋是耶稣的学生迄个腓力，是迄个对一般的平信徒，啊，因为伊的品格好，有信心的充满，有智慧，熬做代志的一个人，一个普通的信徒，总是诚做我甲伊封的啦吼，封做宣教师。那即个人，咱伫遐来小可认捌者呢。然后咱就会当对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，咱看到即个人哦，虽然是安尼分配食米的一个人哦，可能会兼讲爱收人奉献的钱，啊，然后去买物件，啊，物件交代人煮，啊，然后才安怎伫遐来分配。啊，即款的工作，咱会感觉讲啊，真普通，啊，真杂务哦，毋是遐尼重要，敢毋是？毋过腓力在做即项代志，啊，伊做即项代志，嘛毋是干那做即项代志就准煞，伊尽忠伫遐咧做好即项的代志。咱到第8章讲耶路撒冷拄着困局，初代基督徒受迫害，啊，侪基督徒都伫遐来离开。耶稣的学生却大多数拢无离开耶路撒冷。毋过，即个信徒受迫害的中间，就往外移民啦，往外伫遐来逃命吼。咱知影世界嘛足侪即款的人吼，缅甸嘛拄着即款的吼，罗兴亚人哦，侪走到迄个孟加拉，啊孟加拉咱就知影全世界人口密度上悬的一个国家吼。啊，毋过为着逃命，伊嘛走对遐去哦。啊，咱叙利亚的内战嘛，几若百万的人拼命往欧洲跑。有阵时我拢爱安尼讲，啊，这毋是拢回教徒，咱会无走去阿拉伯的其他的国家，无走去阿拉伯，无走去伊朗，哦，无走去科威特，啊，这拢嘛足好遐的国家，敢毋是？啊，是安尼，伊拢要拼命走去欧洲，啊嘛无走去北非呢。哦，这拢回教国家呢，伊嘛知影讲走去欧洲才有望望，因为这是自由的国家，伊去遐伊会得到好的照顾，至少伊有将来的望望。哦，基督徒受迫害的时，嘛在往外逃，啊，大家逃命走去佗？当然嘛是走去好的所在，啊，腓力去佗？撒玛利亚，啊，撒玛利亚是啥物？咱咧读迄个福音书的时，咱就读到撒玛利亚人伫耶稣的时代讲啥物？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无往来呢？啊，腓力哪走去迄个甲伊无往来、对伊无友善的一个所在？哦，这是值得咱去深思的所在啦，吼。腓力是一个真普通的人，总是伊诚做一个类似宣教师的人，哦，伊真心地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伫遐来传开看。啊，咱看腓力的伟大做甲遮尔好的成功，咱对第8章咱会读到，讲因为腓力所讲的道理，因为腓力所行的新约。侪人伫遐来信主，哦，伫遐来认捌耶稣基督，伫遐来受拯救。但是可能咱嘛会问讲，啊，牧师啊，你讲腓力是宣教师，阮也毋是宣教师，啊，你讲这甲阮敢有关系？我要甲咱讲，腓力是一个普通的信徒，总是伊诚做我甲伊讲的宣教师。
咱嘛是一个真普通的信徒，咱嘛会使诚做亲像腓力即款的宣教师。腓力是一个对即款真平凡的一个人，毋过伊做伟大的代志。哦，我会记咧读迄个宣教书的传记的时，有人问迄个，敢若李文斯顿那款，问讲，你有阵时吼，拄着迄旅途伤过头危险啊，迄个当地的迄个部落的人吼，有阵时讲隔别的部落，伊就毋敢去啊。伊讲，伊甲阮是冤仇的，阮嘛一定袂使进入因的势力范围。敢若动物的有我的迄个我的领域吼。啊，原住民嘛是真济拢有安尼，有伊的固定的领域，你若入来，就甲你杀死的。啊，伊讲你若物件安尼吼，从到尾无法度，物件爱单调了，无你就带袂去的时吼，你要剩啥物？讲若最后剩到无法度的时吼，伊讲伊敢若要剩2本册，一本是啥物？一本是圣经，另外一本就是莎士比亚的著作了。意思是莎士比亚是足重要的一项物件吼。对英语、对因的传统、对因的迄个戏剧、对因的迄款的吼，咱若去到伦敦的时，泰晤士河边吼，圣保罗的对话，你就会知影有一间无偌大间的莎士比亚的剧场。我要甲咱讲。1年365天，逐工咧搬莎士比亚的戏剧，你就知影讲莎士比亚偌重要吼。啊，莎士比亚到伦敦的时，对伊的故乡离开啊，去到伦敦，毋茫要伫遐来发展，伊创啥物？要伫伦敦生活，要伫伦敦伫遐来求职，啊，找来找去，找到无法度。讲无你安尼啦，人来看戏的时吼，你甲伊买车甲零呢，互迄个要看戏的人吼，足安稳通落车入来咱的戏院看戏。莎士比亚的第一份工作，这么卑贱、这么简单的一项代志，莎士比亚嘛做。当伊出名的时，有人甲伊问起这项代志，讲，你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吼，是安那你安尼领马车在戏院的门口领人的马车，这么卑贱的工作你也做？用当然啊，因为伊甲戏剧有关系。我嘛读过一个宣教师，毋知叫啥物名，我袂记咧。在英国在募迄个宣教师的时，伊嘛来应征，伊嘛来应征。这委员就开始伫遐来甲伊面试，调工要甲伊为难讲，毋过阮的宣教师吼，名额敢若有够啊，剩的吼，你若做宣教师的萝卜买无？用买啊！这个人讲，是安怎买？你毋是应征要做宣教师的？讲无要紧啊，我所做的代志，甲宣教有关系，我拢要做。咱基督徒毋知有即款的心志无？你所做的代志，甲宣教、甲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关系，你拢要做无？是遐简单的代志，遐尔无重要的代志，毋是我爱做的。是有的人会讲，这我拢袂晓，啥物我拢袂晓。毋知你欢喜无？所有甲福音有关系的代志，你拢欢喜来做。这个人受录取，成做真伟大英国派伫印度的宣教师。咱嘛是真普通的人，可能咱上届起身嘛做简单的代志，毋过毋知甲所有甲福音有关系的代志，你拢欢喜尽量去做也无。腓力是即款的人，所以成做遮尔伟大宣教的一个人。那伊的宣教的中间，咱嘛会碰到吼，拄则我讲语言的问题，
马偕来到台湾，免啊学台语。迄个宣教师来到台湾，人因规半年都学会晓啊。规半年都学会晓。我捌一个加拿大的来到咱台湾，学几种语言，学3种。台语、甲咱的华语，佮客家语。咱有阵时咱会想讲，要学一种都足困难啊！伊一个宣教师，毋是咱遮的成长的人，做一摆学3种，你袂甲毋啦？你是毋是肯为着即个来付出？即个费力，伊毋是走到迄个安稳享受，我会得到好对待的一个角度。伊去到底，去甲病啊，甲伊共款有血缘关系的北以色列国撒玛利亚，虽然两个是对敌的缘故，毋过我要将福音传到伫迄个所在，所以到伫撒玛利亚。伊到撒玛利亚，伊毋是传予犹太人，毋是传予犹太的即个传统的即个人，伊传福音无咧分什么人。撒玛利亚人伊嘛传予伊，伊并无分遮的。咱是毋是会当伫遐来跨越即个障碍？语言的障碍，还是其他的工作的障碍？你要做一个宣教师，事实是需要跨越这个障碍。我讲李文斯顿，伊就是安尼，伊看这个非洲的人咱毋通想讲非洲迄个互人掠去做奴隶，拢是白人穿去压来。我甲你讲，较大多数是我即族的人掠别族的人去做奴隶啦。李文斯顿看到即个现实的时，伊讲。我若有想办法互因有一条安尼拄好的路，将因的物件，将因所需要会当出品的物件，伫遐来往外，伫遐来卖出去，伊就免去掠人来做奴隶啊嘛。伊存即款的心，有影咱要做一个宣教师，有个人讲伊拢拍拼咧找路，踅对遮踅对遐。无拍拼咧宣教，毋过伊一个死了后，才总会足侪部落忽然间足侪人信耶稣，甚至因迄个当地的人讲，伊的心是伫阮遮，所以心爱甲伊挖出来，种伫非洲，有影你要宣教，费力。伫撒玛利亚做真好的工，伊无咧分讲是毋是犹太人，是毋是犹太地的人，伊是所有的人，对外邦人伊嘛宣教，对撒玛利亚人伊嘛宣教，伊的宣教非常的成功，侪人因为安尼伫遐来信主。咱看见一宣教师，因就是安尼，因来到遮。因无惜一切，咱看捌你的教养院，即马叫做教养院啦原来是叫做疗养院，是专门收留迄个麻风病的。即嘛是宣教师甲咱做伊做马偕的院长，看到遐个患着麻风的人，患着太高的。当时无药，伊嘛同情，嘛看遮个，毋望会当减轻因的艰难困苦。毋过咱在地人听到讲，迄个伟人你是安尼，你伫马偕病院咧看即款的人，所以后来伫马偕病院的边边另外一间伫遐咧专门看即款的患者。厝边隔壁嘛反对，所以故不将才去。捌你迄个偏僻无人徛起的所在，伫遐买30几甲的土地，讲伫遐互因自由伫迄个所在工作，家己供给家己，
宣教师就是即款的，哦，面对无受伤的种族，面对迄个困境的人，伊嘛看因做宝贝，哦，腓力嘛是安尼，不管你外邦人，不管撒玛利亚人，不管是毋是犹太人，伊照常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分予因。咱可能嘛面对无受伤的人，咱是毋是有迄款的有机会，咱犹原将即款的福音来传予伊？要做一个宣教师，嘛是爱做一个顺服的人，哦。咱看第8章的时，腓力在撒玛利亚遮尔成功，啊，上帝使者甲伊讲，啊，你去旷野，去加萨的所在。咱有当时，那咱家己本身咱要安怎想？啊，我伫遮做甲遮好，啊，遮尔济人，哦，互了遮尔济人信耶稣基督，啊，是安怎叫我去旷野？咱看腓力安怎？无骄傲遮呢？啊，上帝叫伊去佗，伊就去佗。伊无想讲，我遮尔济人，我遮带遮尔济人，遮尔成功，是安怎我爱离开？哦，腓力嘛是安尼离开，顺服上帝。那咱要想讲，我去旷野是要甲谁讲？哦，总是腓力到伫遐，拄着一个讲埃提俄别的，那有个人讲今仔日的财政部长啦，吼，伊伫遐来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传予伊，哦，今仔日非洲原来足侪人信耶稣呢，吼，包括即个埃提俄别即个太监的祖国吼，伊索比亚，迄个内陆的所在，咱知影。以色列人捌用雕工、用飞机载足济即个乌面的人，等于以色列国，伊家己当作伊嘛是因的国民。啊，咱有当时咱会想讲，差遮济呢，规身躯是乌的呢，啊那是安怎甲因赢子转去？即阵的人吼，毋知是安怎，毋知当时开始无人知。总是因的生活整个完全照犹太人的方式，过若100年来拢照安尼，这迄个回教的人吼，会甲伊侵犯，会甲伊伤害、欺负，所以以色列人吼，前到迄个6日战争了后，应该是一段时间啦吼，捌。在几若千的即个囡仔，伊想讲对囡仔教育，几若千的囡仔在等于以色列，但即摆已经相当的大汉，啊，即摆以色列人想讲，因的亲人安尼吼，亲人安尼隔开，安尼嘛毋是办法，所以若欢喜的吼，伊原要甲因载因倒转去，所以搁一摆大的移民将即个皮肤色无相像的人移倒转去以色列。腓力，咱有当时咱会想讲，是毋是腓力的缘故？当然有个人讲，可能毋是干那腓力的缘故，应该搁较早，所罗门王，迄个示巴的女王来求钱的时代，就开始改变啊，嘛无定着。不过这个拢基础。毋过我相信腓力。对即个人的宣告，的确会影响到伫即个国度。虽然腓力看起来敢若应该爱留伫撒玛利亚，总是因为伊离开迄个所在，伊将即款的福音带到伫非洲。煞咧，咱读到后面，咱嘛会读到，讲腓力毋若安尼，伫迄个加萨的走廊的中间，伫迄个中间宣告互非洲的人。伊嘛后来到伫该萨利亚，该萨利亚伫对，就是罗马人来统治的时，耶路撒冷吼，无论如何，罗马兵袂使入去耶路撒冷啦。所以原来伊按算要
定都吼，讲迄个首都要放伫耶路撒冷，犹太人无论如何都拒绝因进入，哦，往外邦人来，使入去到阮的圣殿的内面，迄是绝对袂使。所以后来因就伫海边啊，另外起一个城，做因的首都个。所以咱看迄个地名叫做啥物？该撒利亚，该撒就是罗马嘛，罗马的皇帝嘛，哦，所以就是讲该撒的城就对啦吼。所以腓力嘛，安尼咧甲咱讲啥物？迄个城是罗马的行政的中心，安尼应该嘛是足济罗马人才对。所以意思是，腓力是真做我咧讲真正标准的宣教师。哦，对非洲的人，对撒玛利亚人，对其他的外邦人，对罗马人，伊拢共款咧传扬福音。伊传福音的对象无咧分你什么人，哦，伊若是人，伊拢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传互伊。伊顺服上帝，上帝叫伊到底，伊就到底的，哦。啊，伊无咧分对象是什么人，伊拢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传互因。伊嘛是一个认捌上帝真理的人。当伊看伫即个非洲的即个大神伫读以赛亚53章的时，伊就甲伊问讲：啊，你读的你敢明白？伊讲我袂了解，毋知咧讲啥。腓力上车，甲伊好好分享上帝的话。咱嘛随时爱装备咱家己本身装备好，咱有将上帝的话命的真道通过咱，伫遐来分享互别人，解说互别人知，互别人认捌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个是腓力所做真美好，值得咱学习的所在。啊，伫传播基金会的主日，感谢，互我有机会伫咱的中间伫遐来传达。啊，传播基金会希望通过各种无相像的方法，伫遐来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希望通过各种的办法，伫遐来传开看。当然，今仔日最主要是网络的时代，网络无分国界，吼，所以无分时间，你什么时爱去看，拢会当看会到的，哦。啊，希望即个通过即个主日的时，唤起咱搁一摆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伫遐来传开看。啊，伫即顶悬的内面，咱嘛会当伫遐来得到咱所需要的，无论伫知识、伫医学、伫过去的宣教史，伫咱所会当做的，还是讲伫咱认捌上帝的话语的顶悬，咱拢会当对即个传播基金会所做的网络，伫遐来得到所需要的资讯。啊，感谢主，互咱有机会，互我有机会，通伫咱的中间唤起咱三甲伫遐来关心。啊，咱若对即个有负担的人，咱会当将咱的奉献放伫即个录的内面吼。啊，你要看什么款的？可能伫后面有迄个网络的网址哦。啊，希望咱三甲伫遐来关心，为着即个三甲关心代祷甲奉献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，三甲自接来敬拜服侍你。伫疫情伫造成一人的恐慌的中间，阮留愿欢喜亲近你，欢喜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求你施恩怜悯阮，怜悯阮这个世界，互阮紧来对即款的病情的中间，得到脱出，得到通定心平安，通欢欢喜喜到伫你的面前，伫你的殿里三甲欢喜来敬拜你。阮也有愿要将你话命的真道，通过阮本身，通过各种无相像的机会，甲器具伫遐来宣扬。愿你施恩赐福，伫阮所做的工，也愿阮伫你的面前尽忠，
将即款的真道来宣扬。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求主将列位克掉是愿心。咱有几分钟的中间吼，团部基金会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吼。新安公第四台是以2004年第49届总会通常议会通过来成立，也因为经营一个电视台是真烧钱的事业，伫资金无到位，搁欠缺谨慎的评估甲判断，一路行来，经营真无简单。结果就是连接1亿3000万的债务。面对团保基金会高额的负债，第7届新任的董事长认为上界重要就是开源节流，所以董事会决议首先爱做到节流。将组织人事来检测，主要分做2个部分。第一是董事会缩编，第二是人事的缩编。经过全面的评估，甲沉重的实证，有大规模资遣差不多70人。第三是清点资产，将办公室退租来节省租金的负担。第四是甲银行协调，争取利息降低。我想，大众团部一开始
即马咱来吟信诗553首，553首，为主来做伊干净，为主来做伊干净。主是至好朋友，用主听堂来保养，互咱心无心受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因光救主耶稣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因光救主耶稣，请起立，来因全首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主是至好朋友，因主听堂来保养，互人心无心受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因光救主耶稣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因光救主耶稣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因甲欢喜出声，保养救主大听。放晒性命，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因光救主耶稣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因光救主耶稣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咱着保守光阴。那无真灵来干净，言言为为安心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因光救主耶稣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因光救主耶稣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心意最滴水清，那里好打来用尽无为高顶顶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因光救主耶稣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因光救主耶稣。请坐。即摆来奉献。
请坐。即马来报告，咱先来读今日的经句，伫周报第2页。导读信心领到你的时，领了在灵，各地耶路撒冷、并犹大加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要做我的干净。速度行转已经被在，过一摆。你的时，领了在灵，各地耶路撒冷、并犹大加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。要做我的干净，做是行传第1章第8节。请看周报第3面圣公分担。圣公分担的部分，大家来家己看。来做聚会的内容，请看拜三咱有查经基督话，主理是我本人，司会是苏坤郎长老。第一礼拜的第8是下去基督的工课，主理是林信牧师。咱阁很多教会消息的报告。第6面，今日主礼拜是大众传播主礼，欢迎陈信山牧师代表信仰公来到大家请安报告。请兄弟姐妹继续为传播的事工关心、甲祷告、甲奉献。第2点，教育团结组今日有开会，伫礼拜后中到12点伫会议室，请长照甲主员留步参与。第3，后礼拜是顾行执事的就任，9人的名单是曹明祥、施新宇、张恩兴，愿主祝福。第4，咱来经量这个温度的同工，那细文魂这个台语、华语礼拜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同工，请向地外长老、米言长老报名。第5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主会有提醒5项的事情，那请大家自己来看。第6，会友防疫期间有这个联络的群组，这个 LINE 的群组，那请大家这个会友都来加入这个 LINE 的群组。第7，本教会这个妇女松年跟感染团契，还有星期2读经班弄讲丁主会，那恢复的时间我们会再通知。最后第八点，那今嘛咱台语华语礼拜弄有这个直播的这个方法，那这边有一个 QR code， 那大家可以用手机扫了就可以直接连到这个网址，所以在家里也可以来看这个来敬拜。今日敢有新来的朋友无？无 ，OK。即马来唱信心402首，402首。困求主，你引带我脚步；困求主，你引带我脚步。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困求你甲我大，搁保护。假使我言行谦卑圣者，暂愿大力遵守你诫命，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，对找引带失迷的人，这是我人生必刻愿望。请起立。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困求你甲我大哥保护，假使我言行欠你是正。
答你遵守你诫命，予我伫黑暗中过点点，对找因全是迷人，这是我人生别克渴望。咱就面但信山魔术来为咱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之爱，以及圣神的感动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这事到伫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